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梁記，講股講馬講心水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啱啱星期三賽事全麗燕，賽前係人都估住爆冷溫床係嘛？過去亦都係點樣知咧？差唔多叫全熱門啊！幾十蚊嘅連人位又都有，百幾蚊連人位亦都有，係嘛？我哋真係呢批普羅馬迷，我哋尤其是我呢啲刀仔鋸大樹啊，梗係滿地屍骸啦。又幸好啊嗰日比較唔得閒，所以冇出片啊，冇累到大家啊。希望大家揾到食啦嚇，我就揾唔到食㗎啦。好，我哋向前看嗱，聽日沙田有11場賽事啦，全草地啊，冇咩大杯賽，正因為咁咧，可能更加會爆冷啊！賽前咧，我覺得睇落去咧啊，伍鵬子啱啱星期三贏翻馬啦啊！守齋咁耐，有理由相信佢咧，聽日守馬咧都應該谷起咗，係嘛？馬房嘅嘢通常一起啊，成手馬起噶嘛。睇下佢嘅龍虎榜，竟然伍鵬子得21場頭馬，過往咧攬埋都有40-50場，係嘛？甚至乎係爭標嘅練馬師嚟嘅，曾經去到60場都有。而家變咗係大落後嘅啊，所以咧由而家開始跟進啊佢啲馬，我覺得都係另一條財路嘅啊！睇下大家啱唔啱啊？我講得係嘛？正所謂我思我想，我見我聞啊，可能啟發到你嘅思維，加到其他冷馬咧。好啦，嗱唔好阻大家太多時間啦，介紹幾匹心水冷馬俾大家參考下。第一匹介紹3場嘅7號雪卡、福星、希斯、艾杜拿組合。上場已經過檔，艾杜拿跑1400，後上一段都叫做有啲追勢㗎啦。落到嚟5班，健康正常，回旋有地㗎啦。今次排夠檔位適中啊，復貨7貨都係艾杜拿親手操，都幾重視㗎嘛。難得嘅，而家呢匹馬又有30倍喎，值得一搏啊！第二匹介紹俾大家，5場10號最好玩。呢匹馬喺葉倉度咧一出，點俾潘頓咧爆過10幾倍嘅，潘頓都好少10幾倍馬係嘛？以為呢匹馬可以扶搖直上，點不知咧跑下都冇乜進展，又過翻入呢班啊，分又減到咁上下啦。今季最叻一場都係喺1400跑第2次，今次嚟1200咯喎。呢匹馬你睇翻個賽績，好少跑1200啊，一係1000，一係1400啊。其實跑得1400上名，贏得1000、1200，無不合之理嘅喎。蔡明少啊，冷人冷馬，而家有12倍。過往同葉倉曾經都爆咗一小弟嘅傑作啊，光明傳承啊，2000幾蚊獨贏係嘛？有理由相信呢匹馬差唔多㗎啦，嚟㗎啦。今次排到去2檔添，更加如虎添翼。好，跟住落嚟介紹下一匹俾大家。都係冷嘅，6場9號開心旺財，伍鵬子搭呢個報號榮啊！呢匹馬你睇佢輸跑3場，但係佢輸唔遠，輸2至4個馬位嘅啫。有理由雙馬根本就冇搏拼搏，只係遊馬可輕輸無頭咁樣。今次排到個內檔啊！報號榮呢個後生仔一嚟贏咗場之後咧，到而家都未交出第2場頭馬喎。難得嘅呢匹馬而家有40-50倍啊！伍鵬子啱啱星期三贏翻頭馬啦啊！有理由相信佢匹手馬，成個馬房啲馬會谷起㗎啦，係嘛？到而家你睇佢龍虎榜，佢都係得21場頭馬。呢個馬房大馬房過去攬埋都有40-50場嘅，係嘛？甚至乎爭標嘅練馬師嚟嘅啊，去過60場都有。近期馬房亦都有啲兵變，標誌銀河啊，瑞盛人生啊都拉晒過倉。相信都要穩定軍心啊！所以聽日嘅佢手馬咧，小弟都幾中意。但係我冇可能介紹晒所有伍鵬子馬噶嘛，所以你自己動下腦筋或者其他嘅伍鵬子馬。嗱，呢匹馬開心旺財，我會介紹嘅。好，下一匹介紹俾大家嘅9場收嘅路勁呢匹馬唔使介紹啦，1000米啊跑過2次第2。我介紹佢嘅目的就話上一場仲係25蚊喎，2.5倍係嘛？今次輸一場竟然有10幾倍喎，值得一搏啦！嗱，如果臨場落到去7-8倍、6-7倍咧，我就麻麻地啊！希望佢能夠 keep 到10零倍啊，我中意咯啊！羅富全啱啱星期三滿地屍骸係嘛？出好似8匹馬，一場就交唔出頭馬。過去呢個賽馬日佢都有啲
表現嘅。好，最後一匹介紹俾大家嘅11場3目嘅賢者無敵呢匹馬何賢配奧爾文，奧爾文今季都表現唔錯，同阿何賢合作亦都唔差。聽日佢都騎何賢小馬嘅呢匹馬咧上季尾介紹俾大家，記唔記得？跑第2啊，爭啲爆冷啦，幾十倍，爭一步嘅咋，影相輸俾驕陽啊，咩驕陽啊？報名學賽項嗰匹咧電訊驕陽啊，唔知咩驕陽啦，總之就成日輸俾嘉應高升嗰匹啊。咁咪點好啦？呢匹馬而家減分減到落嚟咧，真係回旋有地。匹馬仲係6歲，不至於退化啱唔啱？呢個進步冇，我認同。既然係咁，奧爾文騎上去又有賠率，呢啲馬值得一搏㗎啦。到季尾都要交代啦，係咪啊？呢個賢者係啊，賢者無敵，賢者乜乜係嘛？好啦，嗱，我就介紹以上呢幾筆俾大家參考啦。啱跟多少，唔啱嘅睇下會啟發你嘅思維，揾到心水啦。最後希望大家高抬貴手啦，撳下讚，訂閱我，分享我訂閱咗我一出片，你第一時間知道啊嘛。好啦，喺度祝大家聽日旗開得勝，馬運亨通，拜拜。